大家好 ，What2Flow 係一個好靈活嘅平台，基本上佢可以幫你整合好多唔同嘅系統，自動化好多日常工作流程，例如假期、加班申請、claim 錢、ERP 打送貨追蹤等等。今次會同大家用 marketing 嘅角度，同最簡單嘅設定方法，由淺入深咁介紹下 What2Flow 嘅幾個核心功能。包括咗點樣設計同建立 WhatsApp 嘅 message 模板，點樣建立將簡單嘅表單俾收到 WhatsApp 推廣嘅人做手機優惠登記，最後就係做一個簡單流程嚟到整喐成件事。我哋呢度都預備好咗一個美容院推廣嘅短信例子，我哋立即去片睇睇 message template 係點樣整嘅呢？首先，所有工具都可以喺 dashboard 上面揾到。我哋去 Studio 揾 Template Management，click 咗入去，我哋可以選用 Mac 嘅官方 Template。要使用官方 Template 嘅主要原因係需要俾佢哋做審批，要咁做先可以大批量群發信息。click Create 入咗去，只要按住界面嘅說明填好 Category、信息用嘅語言、標題、信息內容等等就可以保存。一般嚟講 ，message 嘅內容都可以中英並照，咁就唔使發兩次不同語言。另外仲可以加上按鈕，等收到嘅人可以直接 click 上去彈出你公司嘅網站。保存好後，只要見到剛剛加嘅記錄變為 approved，咁就成功啦。